母语教育方式感想：图书馆爱设台湾学专柜。2005年，我做教育部乡土语言教学评鉴访视员，有甲杜正成部长建议，咱应该甲母语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台湾学教育，互台湾囡仔毋但会晓母语，佮对台湾有相当程度的认捌甲了解。台湾学就是研究台湾所有的议题，包含语言、文化、历史、地理、动物、食物、经济、军事，甚至宗教、哲学等等。安尼才是真正有了解台湾。教育部伫2006年嘛有落公文指示，中小学伫学校图书馆一门狭窄的位设台湾学专柜，希望会当互老师甲学生随下入图书馆，就会看到台湾册，增加接近认捌台湾的机会，引起读台湾册的趣味，促进研究台湾的可能。但是重点要是对母语开始，就是定根台湾母语的台湾学教育。到今，我参加高雄市母语甲本土教育访视10外冬，逐摆去访视拢会去看学校图书馆，足少有真正安尼做的，真伤心。因单大部分是毋知有即个代志。嘛有真济是无得要伊，较加在的是无人反对。像即篇文章要甲咱的朋友讲，有闲就去恁教册的学校的图书馆，甲细细的看敢有台湾学专柜，若无就爱甲学校建议赶紧设立，若有嘛会当搁加添真济内容。台湾学专柜无可能伫短时间内款会交全，